Hello 啊，大家好啊，又嚟到樂在旅途財經人頻道之快市5分鐘啊！咁今日咧係星期一嘅朝頭早11點半嘅時間。咁而家呢段時間大家都知道啦，個股市咧係有個幾好嘅反彈嘅，咁升到上去咧24,100點呢啲位置。咁我唔相信喺過去週末期間咧，大家都等緊咧，到底中美雙方咧有冇啲咩嘅好嘅消息可以公佈啊？咁果然咧就係講到咧係何立峰過咗去英國同美國嘅代表啊，咁包括咗財長啊、商務部長啊，咁就一齊再係進行一個會談啊。咁呢個會談咧，相信咧亦都係有利翻咧係中美雙方關於關稅嗰方面，或者係一啲所謂嘅無端制裁嘅無端實施嘅呢啲嘅關於係芯片嘅即係禁止去運就即係輸出呢啲嘅話題咧，會係有一定嘅結論出嚟嘅啊！咁大家期待啊！咁所以呢個股市咧可以升翻上去咧一個比較高啲嘅水平嘅啊！咁除咗之外嘅話咧，大家亦都留意翻咧幾隻嘅我係關注嘅股份啊！咁到底個表現係點啦？大家留意翻咧。首先當然係比亞迪啦，比亞迪今日咧跌咗10蚊，2點幾個%落嚟啊！咁原因是因係咩咧？又繼續有拗撬啊！咁拗撬咧就包括咗佢哋嗰個宣傳啦、IR 嘅董事啦、李雲飛啦啊！咁啊喺週末期間咧係有啲係貼文啊！咁個貼文咧就住咧常壓油箱就變咗咧高壓油箱。同埋咧，繼續咧係車圈恒大呢個議題咧係再發文嘅啊！咁但係咧發文之中嘅話咧，亦都係提到咧，除咗就即係長城汽車之外嘅話，拉埋咧就吉利落水啊！咁呢個貼文出咗嚟之後咧，刪咗。啊，咁呢個刪咗咧，市傳咧就係話咧，黃傳福咧就要求嘅，啊，咁啊希望咧就即係冇再提其他嘅公司啊，純粹講自己公司係點樣就 OK 啦，未來嘅時間啦，咁呢啲咧拗撬嘅話咧，即係呢啲風波都令到個股價咧，今日咧係成為恆指嘅科指嘅成分股之後，反而咧係冇升。跌咗落嚟啊！咁啊睇下今日咧嗰個表現係點啦啊！咁其實最主要咧都係留待翻收市之前嘅時間，因為咧聽日就會除淨啦。如果想收紅股或者係紅利嘅話，今日收市之前係要買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臨收市嘅時間咧就見真章，甚至乎咧等到聽日除淨完之後咧個股價咧先至會係有個新啲嘅變動啊，咁大家可以不妨留意多啲嘅啊。咁除此之外咧，今日咧就我覺得就即係表現最好嘅話咧，一定要提一提咧，就係蜜雪啦啊、古銘啦啊、布魯可啦啊，咁呢啲股份都成為咧係北水可以買入嘅港股通嘅成分啊，所以今日咧係大幅咁樣又再炒上啊！咁啊先前嗰幾日跌咗落嚟咧，大家有睇衰佢噶啦嚇，咁但係咧一入咗成分股之後咧，北水可以買咧，就即刻咧又變成龍同埋鳳啦啊！咁繼續咧係有個好嘅表現，但係我當然咧係一路都推介呢隻股份，自己仲未買呢隻股份啊！想買嗰隻股份叫做招雲，今朝早2.9毫半排隊，點知係入唔到，曾經係去到2.9毫半嘅，但係買唔到，咁冇辦法啊！咁啊，希望有個機會再落翻嚟嘅話，到時先至再買啦啊！咁啊，至於咧今日表現咧，我自己就即係相當之係少少特別，喜出望外咧就雙湯啦啊！而家有成去到1.466，升幅有4%啊！曾經去過咧，大概呢1.469個半呢啲位置啊，突然間上升，咁要解釋一個原因咧，只可以話咧，佢先前咧喺科指成分股咧係有嗰個比例調整嘅啊，咁而家調整完畢之後啊，咁先前一啲嘅沽空嘅活動咧就係停止啦，咁所以今日咧就開始有啲嘅變動啊，咁但係咧仲有啲咩嘅其他原因，公司冇公布啊，咁。或者我聽日有個機會我問公司嘅啊，因為聽日咧就會係帶幾位嘅網友去參觀佢哋喺科學園嘅展廳，亦都同公司嘅管理層傾偈啊。
咁啊，聽日睇下有冇機會再做一個係快閃5分鐘啦，同大家匯報翻啦嚇。咁如果想參加今次嗰個係商湯嘅參觀團咧，記住成為我嘅會員，報名就可以啦。報名嗰個情況嘅話咧，去翻我自己嗰個YouTube 入邊嗰個介紹嗰度咧就有條 link 嘅，成為我會員咧話俾我知嚇，咁樣亦都可以喺 IG 或者係 Facebook 嗰度咧同我聯絡，我帶你聽日去參觀佢。好 OK，今日快閃5分鐘完啦，或者有個機會聽日先再見，拜拜。